中央政府佇南投埔里起的頭一批社會主體已經完工，計共有260戶。頂拜五開始受理申請出租，12月份會公開來抽口啊，預計明年3月就當搬入去住。南投縣頭一批的社會主體起自埔里，透早就有民眾抱着嬰仔來問，嘛有人來問看，較有資格來登記。因為我們現在住的地方比較小啊，我那裡是不能住。啊，這個社宅是可以住。孤單老人有無？沒有辦法生活的啦，你講較緊，嘿啊，所以講來申請看賣。網絡登記也可以啊，這邊是協助一些長輩，可能操作電腦上比較有困難，主要比較多是文件沒有備齊。對啊，資格不符就是可能有土地。由中央自南投起的社會主體，頂禮拜五開放登記。目前大約有超過150人來問，住在社會主體附近的民眾，看到要有新厝邊搬來住，期待這會變較熱鬧一寡。啊，不過嘛掛心停車的問題，帶動附近的商圈，把這裡的那個人口活化起來。但是問題雄這擺較濟管理方面可能會較困擾。閣一點就是講，這路無大，伊的停車問題，這停車絕對造成真麻煩。攏總260戶汽車停車格118位甲咱的機車格265位其實這佇一般的咱的這個住宅內底咱的大樓內底，它的停車位是相當夠的啦國家主體和都市更新中心表示，埔里的社會主體目前先登記，分做綠色戶閣一般戶，毋算12月會公開抽籤，上緊明年3月會當搬入來住。另外，德山鎮南投市的社會主體嘛當日起，按算民國119年完工，到時南投縣社會主體落會有711戶。記者安修南投報道。